同一件事，但係每一個人嗰個睇法或者個決定都唔一樣。個原因就係究竟你嘅心係趨向邊一方面，你揾嘅係啲乜嘢呢？咁余達斯係賊，所以佢好緊張係錢，因為佢成日可以喺錢嗰度自己撈啲油水，所以佢唔係真係喺佢所講嘅説話裏邊同佢嘅行為一樣。但係瑪利亞嘅行為就因為個出自愛，所以佢唔會珍惜嗰啲油有幾貴，反而用呢個最貴嘅香液去撫摸耶穌。耶穌藉著佢呢個行為都再一次預言佢將會被出賣，然後跟住會死。但係聽嘅人呢，聽唔入耳，繼續一樣依然故我。而猶太人更加因為耶穌復活咗拉撒路呢，連兩個都要殺死。所以我睇到人嘅心如果唔正，或者我哋有歪念嘅時候呢，我哋嘅決定呢就會使到我哋呢更加趨向罪惡。所以進入聖週呢3日，就讓我哋藉著聖言更加用心默想，徹底咁悔改歸依。